新店有台语团体办活动，去北门旧街用台语导览做讲员，带囡仔认捌当地的文化甲特色。这菜就是咱食的古名。所以食大的人来愈来愈多了，就变做啥？为什么叫做新店？其实就是啥？新的特产。老师向大家解说是安怎这个地名号做新店，佮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，让大家伫过程中趣味学历史。新店母语囡仔区举办台语体验活动，除了带大家来到北门老街熟悉在地文化，也让大家体验亲手做讲员。今学到真侪特产的历史故事。听甲真趣味安尼。活动足趣味，就当较熟悉新店，因为我嘛是对南部起来，嘛毋知影新店较早的文化是啥物。主办单位指出，社团内的囡仔大部分拢是伫新店出世大汉的，希望透过体验活动，让大家更加认捌家己的家乡。囡仔拢是伫新店大汉。想要互伊知影新店的故事，囡仔搁较细汉，为食的开始，我感觉上适合。为什么新店的贡丸伫台湾遮尔好食，遮尔出名，而且就是当迄北门街遮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最有历史意义的所在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台湾的台语体验活动，让语言加入日常生活，也让大家伫居乐中自然开嘴讲台语，认捌台语的智慧甲奥妙。记者杜君豪，新店报道。